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模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喺2023年2月6號打造差唔多4點17分嘅時間，喺我哋土耳其還有我哋呢敘利亞交接嘅地方發生了一個7.6級嘅地震，因為地震造成我哋夜麻夜密嘅流暴，全部都係同時嘛有幾多人嘅死傷。啊，第一時間呢，其實全世界嘅幾多國家都派出我哋嘅搜救隊隊，同樣我哋嘅台灣嘛係我哋同時派嘅差唔多130個搜救隊隊，喺第一時間用包機嘅方法去到土耳其，那當中地方我哋咧屏東縣政府消防局嘛派出嚟40人嘅同仁強下過去，因為我哋今日有請到來賓咯，都係兩個來自我哋屏東縣消防局嘅搜救隊隊人員，要同人哋講，伊哋平常訓練嘅情形，同時伊哋也擺去土耳其搜救時發生嘅事情，我哋馬上反映我哋睇咧，我哋咧玉斌嚟到現場，玉斌好。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屏東嘅新北嘅鄭玉斌。再說下啦，還有亞位的朋友啊，呢葉振勇、振龍啊，等我現場，振龍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屏東縣嘅尼培鄉嘅葉振龍。係咪從我哋嘅觀眾朋友睇有了解一下你自己好唔好？好，我之前喺一般的消防隊服務大概1年多，然後後來就來到特搜大隊服務大概半年的時間。嗰時候前面睇消防隊，一般的消防隊，還有兩人算是考的未？特搜大隊算是用考的咧？唔係考的是用遴選的方式。用選的？用選的。咁振龍咯，幾時攞進入我哋嘅特搜大隊？一開始我咪睇個總共辦咗差不多6年7年，還有一個機會裡面都要裡面在甄選啦，係就同阿斌龍嘅，那你就去甄選裡邊，就進到特搜大隊嚟。咁幾時你喺動工係做，咪係做消防員嚇？咩消防隊啊？勤務類型講冇強用啦，就一般消防隊會做救護查，會輔警，會宣導，啊嘛一般的嗰度安檢的勤務。啊，而家連特搜大隊就專注喺救災一塊，同教學一塊，所以性質有點冇強用啦。我相同吼，因為相同同我哋嘅振龍有講到講，其實搜救大隊如果教學同救災一部分嘛哈。但是嗰時間以特搜大隊嘅時候，有相當功能，都是在一批嘅地方，你都會面臨到安困難嘅問題。意思就是冇拄過，之前冇拄過安泰嘅災害，那有拄過嘅也是台南維冠大樓大地震，還有一個花蓮雲門脆體大地震，啊有200嘅經驗吼，我哋對一個地震嘅災害嘅準備有更多的認識，啊所以講要擺去土耳其嘅時間，其實準備的速度就是整個效率都有提升好多。嗰時當初你去特搜，我哋講特搜大隊嘅時候，你即刻話冇想到講 GPS 係可能做乜嘅？係啊，都冇想到。可是問題係，唔啱你發 GPS 受過訓練嘅嘛，讀到幾百睇地圖嘅，要 healthy 當初嘅題目。唔會啦，唔會啦。點解可以講咁爆？唔會。因為我哋講其實喺特搜大隊裏邊，等於你講事件突發性事件，好，其實可能現場蠻鬼亂。好，你如果一批嘅，好，你進去特搜大隊之前，你這個地也地方係做乜嘅？其實一開始大概沒有那麼了解啦，我們訓練到聽來呢，一次經過訓練，然後再到實務現場的時候，會發現其實訓練嘅東西同來年實際嘅現場會冇共用，都蠻冇共用，因為現場有擰啊，以個建築物嘅狀態會同來年訓練是不可能說弄到像真的就在現場這麼的真實，所以變成講我們要從很多的災害裡面去吸取一些經驗嚟。嗰時候等於如果訓練還是有一啲局限性在，然後因為當時我唔同嘅，因為我哋訓練地方唔可能像真實現場嘅地方給內按過啦，吼，別人嚟幫下落。但是去到現場時間，像玉斌咯，你即係嗰時嘅訓練嘅過程，冇你講睇特搜大隊地方，喺台灣有去我哋講參與過哪一次的一個體統嘅一個救災？有02、06嘅台南的那個大地震，還有花蓮的雲門脆體大地震，有兩件啦。咁幾時間喺台南嘅時間，算是你第一擺看到安泰型嘅一個體統嘅一個現場嘛？哈，啊幾時嘅感覺用？那是個怎麼會在人生中會遇到這麼大的災害？因為之前攏聽講有921大地震，也是前年都還是學生，沒有親身經歷。還算花蓮那個台南大地震算是第一次，對，然後看到現場也是除了有瓦斯啊，然後一些火、一些水的問題，一些危害，所以在當下我們是蠻震驚的，因為那時候剛好是都剛進去特搜大隊的第1年，對。
可是我哋常常睇電視直播看到嗰度救援的現場的地方，我都發現到講我哋咧救難人員進去了哈，我哋坐喺個電視前面，其實都唔係講我哋除了看到嗰度冇個倒下落以外，其實現場其實還有鬼門上嘅東西喺我哋嘅電視前面看唔到嘅。一部分我想要請問一下曾龍，因為頭先我哋玉明已經有講過，其實可能我哋去到台南嘅時候都發現到現場嘅東西同我哋當初訓練嘅情形已經冇同樣嘅。但到到現場的時間，很用的一種分配的方式啊。基本上等到現場的時間，我會先請當地的指揮官做報道，有會同咱分區上，你圍觀的時間啦，因為有4個一通台流嘛，有4個面，也會分配咱屏東，可能在第1面的位置，可能高雄也在第2面的位置，第1面，因為講台南比較震撼，是因為咱台南同屏東個圈。所以第一時間呢，規劃就到台南去片嘞。迄個時間咱北宋迄個時間，我們有受災戶天天的爬出來，所以那個震撼感，其實對我們來說是比較震撼的。因為那時候我們阿斌有講嘛，我們算剛報到到特搜的第一個禮拜就踢通哎，所以迄個時間我們算比較沒有經驗，所以那個震撼度其實是蠻夠，蠻有震撼感的。因為等於講我哋屏東到台南，其實4個假也差不多有45分鐘，都真的都到嘅。我說你第一時間發生踢同嘅時間，我想問一下加中幾時間你哋都得不用加班樣啊？你們全部召回，會被全部召回啊？會分梯次啊，因為懂你上班的你會第一梯次先出發，出發的同時會同第梯次的你過來上班，然後就是去做交接。公里呢8點再去。嗰時幾時節睇上班的人都當然係我哋踢台詞，都馬上都送過去。但是有的位多幾時不用加嘅，幾時如果很早回，不用有啲時間回去退行，然後同時過去嘅時候多同人哋踢台詞做交接。咁幾時都等於都全隊都已經會睇。從以屏東人嘅一啲我哋講支出來講嘅話，差唔多能幾隊遇到人。一個呢，特搜大隊把楊滿喜編制是14位，14位，14位啊。如果像都按他的地金，所有人都會出動，不管你今天是上班還放假，全部都會召回過來。因為你都講的14個嘛哈，但是要不屏東人派出了40人誒，可能頭講人道編組，人道編組一般來講係用嚟去選的咯。先喺防社會人員透過人的訓練。剛剛我們會查一年，他有專業能力就算夠，然後他有各方面不一樣的專業技能，然後會綁一輪，然後會變成一個我們自己的救災編組。有大型的災害來的時間，我們就會全部喊過來。那規定喺1個小時之內，只要簡訊發出去之後，就是一定要回到我們的駐地來做報道。包括人道編組裡面，對，包括人道，就是1點鐘底部一天要過來。其實一般嘅人，頭都講，屏東人一般都搞荒吧，好同個算是特搜任務的時候，嗰時一般講我哋去搞荒嘅時間，嗰種講冇咁樣嘅分隊裡邊有表現幾好嘅，就不會到時候如果變成一個人道一個編制裡邊嘅任務，係咪？咁一般來講嘅話，我哋睇消防局和網絡消防隊同一般的特搜大隊，而家嘅練，我哋講訓練的內容差點嚟咯。一般的消防隊他們比較針對一些救護車，就是一些緊急救護的部分所以他們一般的勤務的最大宗又會開那個救護車去救民眾這樣子，然後當然還有執行一些後續部的災害。那我們特搜大隊比較特殊的地方是我們的災害類型比較多元，比如說剛剛有提到的就是爬山，然後水域的方面有急流的部分，還有潛水的部分。然後再來就是還有一些地震的災害。嗰個電商人的面向其實係個大嘅，唔單止係打火啦，救火呢，我都講啊，人一般咧算是救生的一個勤務。佢等於講人山方啊、水方啊，全部訓練的嘛做過。咁一般來講法，一定係有一啲執照的嗎？真係？有各種潛水執照。有一些應該講來呢，消防署自己有一個證照的制度，像來呢，南投有一個比較大的竹山訓練中心，有火場的、潛水的、化災的各方面的證照，他都那邊有專業的訓練。拿到證照之後，變成說有一個資格，那我們再來一起訓練搭配看看，是不是可以跟我們是比較搭配起來會比較順暢。好，等於如果睇下邊搜救大隊裡邊，因為其實而家嘅要求係個個嘅。
嗰時也要訓練地位嘛，我唔單止講我哋咧範圍個廣，同時也要訓練嘛，至少要有一個標準啦，嚇，一個標準其實也嘛係保護自己，還是冇係保護他人。咁玉萍我想請問一下，咁一般來講嘅話，常常冇會有個民間受訓，咁一般來講我哋到民間受訓嘅時間，以也會內容一樣咯。義消的部分當然內容不會到這麼深入，因為義消來負責我們的勤務的部分是以資源的方式協助我們的方式，因為在災害周邊的一些後勤啊的部分，所以說他對一些比如說火災搶救要深入火場的這個部分訓練的是比較沒有到那麼的深，但是當對於自己身體的保護這一塊是會訓練，至少這個冇輸爽啦。對。好，雖然講我的義消還其實算是天數他感染，好，那但是至少冇變成這個嘢，這個要變成安然啊，救一件事情。咁真的我想要請問一下，一般來講，譬如講我哋用台南太地同嚟講嘅話，但過去嘅特搜大隊過去之後，係咪講等到用嘅一種範圍以內，人都會退場？基本上退場會等到因為有一個72小時的黃金救援時間嘛。正常來講，唔會講真的72小時就退啦，因為從來的8個人來去台南的時間，有一個叫李宗典的，差不多就8個，會逆勢兩種。所以講會正常來說會等到可能會確定底部真的沒有生還者，可能才會真的是當地說真的要退場要開挖，我們才會退場這樣。那只要是裡面還是有一點生命真相的時間，我們會全部動員過去想辦法把它救出來這樣。故事其實從一對我哋嘅消防員變成我哋嘅特搜人員，其實要中間嘅訓練真係困難。同時，伊嘛還希望講，因為透過我哋嘅專業嘅訓練，可以救到好多人。休息下我哋下我哋埋嗰度個精彩故事。翻過來，復起來。上個節目，我哋來自屏東嘅，我哋嘅搜救隊隊員，我哋葉振龍，還有我哋鄭玉萍嚟到嚟現場，同我哋分享講，當初與做乜嗰個去我哋嘅特別嘅搜救隊。我想請問一下兩位，因為其實也拜嘅土耳其嘅太地同能量上嚟去參加嘛，我喺面上常常會同我哋廣東朋友去講一下講，當初等嚟到體同嘅時間，等係一到時間，你馬上愛去。我哋講適合，然後準備去我哋土耳其。玉萍先講。這樣接受到這個土耳其的災害的資訊的時間啦，我們局內就長官就有發布一個召回的，就在召回的一個訊息出來，那讓我們1個小時內全部都回來，這樣子。你有時看到安尼的國際體統的事情的時間，你心裡我哋講心度啊，都多多少少都想講。等可能會有被召回的那種感覺，因為頭都真龍講，我哋都差不多要開始往回程了。好，如等於講，雖然講係人的假期，但是你看到呀一啲新聞的時候，多多少少如果提供等可能會被召回，然後我們開始所有的假期全部自動收假，然後歸去。咁其實我想聽你問你講，好，你1點鐘可以歸去報到，可是器材呢，平常會有準備好啊？有。因為呢，松柏去年底的時間有通過一個就是國家的搜救隊伍能力的認證。那這個認證呢，就是要考驗各個縣市的消防隊在平時整備的時候，有沒有把你這些裝備、器材、有些食材，全部給裝備好。所以我們會歸類出好幾個大型的箱子，然後把所有的器材啊、裝備都裝在裡面，分成一箱。所以之後，當我們接到這個命令的時候，我們全部召回的時候，就不用特地再花按頭的時間去處理，只要需要把它拿出來，然後貼上標籤，稱好重量，搬上我們的大貨車就可以了。嗰個講器材嘅時間，一定得有受過訓練嘛，同時有安尼嘅準備，嗰陣有器材東西已經準備好嘅，佢唔國年嘅東西呢？平常時安尼國年嘅東西攏不用安尼堆送。所以按歸去堆送的時間啊，天天按呢整理其實按呢有一個大型的包包，就是 for 國際救災或者是那種大地震的時候在使用。因為講來各項勤務按都有7個不一樣的包包，像山難的時間按有山難的包包，地震的話按有地震的包包。所以平時各種東西都已經
讲下摕直播的啦，所以讲在整理就够强的。我同等于你讲，你这个工业用品嘛，比如有几多分的个三单的东西，好铁桶的东西，好工业的东西，全部数的个。我说等于讲年洗都好诶，咁人家换洗衣服呢？那媳妇就会天天的整理啊，就直播就可能有一度量，就因为亚白伊土耳其个特殊是来替白出国嘛，我唔错。替白啊，长工这边有个很，所以其实下面没唔提供，要带一斗上敷衣啊。所以就尽量能塞的就全部都塞进去这样。都明安尼是拢买个免洗的，全部都买免洗。安尼睇个你拢冇细心。其实安尼嗰方面，因为其实我哋讲，其实2月6號嘅時節，其實算同年期嚟講嘅話，其實蠻鬼寒嘅，於是話會落雪。嗰時你這個帶這個那曬天嘛冇地方曬，天你都講這個嘛冇按多時間去處理一條事情，真的都可以，這些都可以，這些都好方便啦。但是我想講，譬如講，從你安尼。接到明年1點鐘過去以後，能差不多1個月以後就出發了。安尼2月6號接到任務，規對上嘅時節，一開始是先整理裝備。冇錯。啊，因為安尼屏東嘅那個消防隊的在國際上的災害的輪值是第2梯次，是。所以2月6號嘅時節是由第1梯次那個台北市跟國家搜救隊他們先出發。那第1梯次我們2月6號回去之後，整理好所有的裝備之後。當天晚上就說第一梯次的先出發，因為那個包機的關係還沒有完全我們協調好，所以叫我們先返家休息待命所以我們第2梯次是2月7號，再次把我們召回，然後這時候就是等包機那些都順利之後，我們就一起搭機上去桃園。第一台次路我哋2月6號嘛，第2台次路2月7號等於都剛2路出發啦。咁幾時節真係想巧摸一下，因為算是嘛係第1出國。好，然後其實我哋到土耳其啊，土耳其啊，其實我哋到伊斯坦堡差不多要比11點鐘，然後11點鐘以後，你能讓坐茶位還是坐飛機都能沿到的地方？我哋到伊斯坦堡之後嘛，有轉一班飛機到阿達納機場，到阿達納機場也一邊算一年的集結區，就各國的搜救隊來了之後，要先到那邊做一個報到。報到之後，他才會分配。譬如說你這個國家是墨西哥負責哪一個區域，台灣負責哪個區域，所以你都可以報到之後，然後等裝備都領好以後，然後開中巴載你去阿迪亞曼的現場。差不多要坐8點鐘到10點鐘的車位，才到救災現場。集合區到救災現場嘛，8點鐘哦。因為那邊交通都大亂了，不止空中飛的，地上行走的都大亂了，所以會每個地方都有耽誤到一點時間的。咁等於如果可能11點鐘坐過去，再坐一啲軍隊航空去到嗰片，然後等分批到8點鐘過去，等於我20點鐘唔能到人家救難的地方。差不多2年，會差不多快2天。咁真玉斌，你這個講，其實嗰時喺我哋台南嘅算是太體統嘅時間，算是能入到人哋特殊大隊差不多1整年嘅時間嘛。亞伯去土耳其看到嘅情形，你這個有乜嘅印象嘅事情？你瞅查從那個阿達納機場到真正的災區阿迪亞曼的時候，在這個路上其實就是看到嘅映入眼簾呢，就像那個天陽看到嘅戰爭片那裡，城市被轟炸過一種場景咁樣。然後路邊都是一些遊民啊、災民這樣子，都無家可歸，然後一些小朋友啊。一些老婦人啊，都在路邊這樣啊，因為那邊又特別的冷，所以他們就是砍柴在旁邊燒，就是取暖這樣子，所以覺得是看到是蠻想要快點去幫助他們這樣子。係因為我哋睇嘅天時空看到嘛係啊，因為一般來講我哋台灣啦，譬如講花蓮嘅啦，台南啦，我先講有最近嘅啦，如果睇有一通睇落幫係，其實附近其實都還蠻好，但是入邊對我哋呢天時地利看到嚟講，真係就一路風來。佢嗰個亂嘅全部都係等於講，一個救災現場是一大片，好唔免當一通無嘅。佢真濃其實看到一條情形嘅時間，有乜嘅印象幾深？來講啊，應該對我來說印象最深有一個，去到現場之後，我會選擇搭我們的基地嘛。一開始因為咱第2梯次的時間，算是所選的基地的範圍已經比較小了，所以我們一開始選在一個兒童公園底部。就看到路邊嗰種阿平公園的戰亂的人全部都倒掉。剛剛我們在那個兒童公園就看到底部的小朋友，那些狗啊，鬼粉一樣的。就想說，怎麼會小朋友真的很開心，跟外面仿佛是2個不一樣的世界這樣子。咁幾時間呢？去嘅時間咧，去係點樣嘅？溫土樣嘅。但去嘅時間差不多在融雪了，所以那時候一開始去的時候夠很冷，到後面的時候
白天的天气算还 OK， 因为日头出来就够暖和。啊，我们条没可以用个很。咁用平常问一下，你的许多这边里面所以讲，用我的儿童公园嘛哈，咁等于如讲来等系即家带帐篷嗰度咩？你一般去带从厝外人的救难的器材以外，你等一般的民生的器材带多呀？个人的部分的话，拥有个人的帐篷，对，然后当然还有一些指挥帐，因为我们还是要有一些办公的一个基地，所以讲都业期间，首先就是要先找到一块安全的空地，因为像刚刚主持人讲到，那个城市几乎是6成7成的毁坏所以我们要先找到一片空地出来，把这些帐篷啊，然后我们的睡袋啊、地垫啊这些御寒的衣物，全部都每个人都要带齐，对。可是迄个东西即个准备，所谓救难的东西当然即个带去啦，是救迄个东西我哋即个准备，唔通讲湿的嘛系啊？湿的嘛。可是现场已经冇乜东西可以湿。现场有东西可以湿，因为当地的政府也有协助我们去，就是一些食物，但是毕竟水土不服，我们还是吃不习惯啦。那再来就是俺哋讲俺哋湿的。形体唔好，变成人家来协助来救我们，这样子也不太好，所以我们就是带当地我们自己台湾的食材过去，我们比较放心。咁真咯，带马东西去吃啦。带哦，我们主要一定有泡面嘛吼，出国老朋友一定会泡面啊。再来，我们平常会准备俺的干燥米，还有一些料理包，就是主要是带渴水加热，直接加热就可以吃的一些东西，还有一些营养品，因为去那边毕竟工作的时间够长，所以你平常个人的营养还有一些药物都要带。因为来年编组里边会有医疗组，所以如果医疗这一块，我们会本来的医生同护士去处理。係我哋講一擺，我哋啲編制裏邊有啲高醫嘅醫療團隊有加入嘛，嗬。嗰時係算是個貼皮咧，將高醫一擺醫療團隊加入，係我哋講而係負責照顧人，還是負責幾時就嘛從事去看災民啊？反正搜救隊要擺去40個，那其中的成員啊，有2位高醫的醫師，2位高醫的護理師，在1類我哋義消，那他們這個高醫團隊主要是要負責我們這些搜救人員本身的安全跟健康，那其次才是搜救出來的人的傷患的一些健康。係啦，冇錯，等於你講先嚟負責照顧到我哋救人的人，然後真正有限的話啦，有限的話，那真是在去照顧到我哋被救出來的人。咁像我有朋友想請問一下，像頭先已經講，其實我哋咧食的東西嘛，自己帶過去，但是你講泡麵啊米嗰度，我真係想問，吃得飽？其實吃得飽啦，哎呀，因為西的一篇提供的一些食物都是一些面包啊，一些虽然我们比较平常没有在吃的饮食习惯了，所以我们还是觉得那个泡面有那些料理包，其实口味是比较适合的。但是问題係真，我想問嘢，你要不要去嗰片差不多1多日啦？2月7號出發咧，都估落差不多2月15號估落嘅。差不多冇1禮拜啦。不是禮拜六食我哋嘅料理包泡面。都會不會是一年土耳其當地的災民會過熱情啦？因為會拿因為一年定點哦，下豬屯、安布條、只要省都定點會有人在那邊煮東西給當地的災民吃，其實他們也會請我們過去，可以去那邊領取熱湯啊。不過畢竟吃1-2餐可以啦，吃太多會膩啊。一年的災民們不會炒，都會拿他們自己的大餅啊，或者他們自己家裡的一些食物來分來吃的。所以吃還是剛剛冇乜問題啊，原來大家量算貴多啦。對啊，可是去那邊也不可能說要吃得多好，就是可以吃飽就好。嗰時睇我哋真係現場，其實我哋嗰度不止有改善嚇，嗰時我哋其實唔單止帶我哋啲搜救器材去，同時我哋把我哋啲一啲民生嘅用品嘛帶去嘅。休息下我哋下我哋埋嗰度講精彩故事。
欢迎过来，福起来嘅。上节目来自我哋屏东嘅叶振龙，还有我哋嘅郑玉斌来到我哋现场，同人讲当初伊哋睇我哋土耳其参加我哋咧搜救任务嘅时节，伊哋遇到乜嘅事情？我想请问一下玉斌因为其实对于我哋天时地利有看到讲，从我哋唔講喺睇台南啦，無論睇花蓮我哋咧屋嘅倒下來，至少我哋嘅主體結構蠻好，但是入邊對我哋天時地利都發現到講，伊哋土耳其嘅伊啲屋嘅崩下來係幾片嘅崩下來，咁你發現佢搜救嘅時節有乜嘅差別冇？因为建筑结构的无共用啦，台湾的话可以看到的也几摆的大地震，都是一个建筑的某一个角倾掉，所以这样倒塌下来。那相对的，一些建筑的结构会更完全，所以生还的人会比较多。那土耳其那边呢，隐蔽的建筑结构，他们的砖墙我们可以看到看到的，用空心砖，然后在钢筋的部分，他们用的是有一种所谓的叫光面钢筋。那台湾现在的建筑比较用在建筑物比较多的是竹节钢筋，那竹节钢筋它上面的摩擦比较多，在捆绑的时候它结构比较强。那亚盖世界就是在我们那边看到的，他们倒塌的方式就有点像三明治一样，整个结构整个墙面都是全部崩下来。那崩下来第一个时间点，我们到达当然是会使用搜救犬，去探测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生还者的气味。那再来就是用一些比较精密的仪器，比如说声呐探测器，或者是雷达的探测器，去探测这个区域里面是否有微弱的心跳的脉动，或者是微弱的呼吸的一个气息，这样子，以这样去判定说亚盖梯缝这栋建筑有没有生还者。对。一般人嘅睇只安泰範圍，唔得一樣嘅去分批個乜嘢去，那乜嘢去單嘅任務咯。我們其實出於台灣隊嘛，所以後邊後邊有重新再編組一次，像台北、國所跟屏東，我們會3個組別，就是會各有一些人編成一個小組，然後我們會編成小組之後會排班，比如說如果知道亞蓋梯縫有人會搜救，可能4點鐘、5點鐘會幫你排班。那主要接受任務的方式，我們會先以當地來報案的民眾優先，只要有來報案，我們就受理，然後我們就會派人小組，然後帶着我們的狗狗或者是我們的精密儀器去現場做探索。如果真的確定，那個地方有你生存的話，可能就會啟動其他的小組在一起過去做救援。如果有人來報案，表示講其實有人會準確嘅講說我地方有蔓延嚇，嗰時其實至少唔係如你講大海撈針去清面，至少個地方有人來報案，表示講伊嘛地方係蔓延，可能問題地方，嗰時唔能夠去先去探測，咁嗰種真係有人嘅話，用輪班嘅方法。咁頭都有講到講，其實唔等係4-5點鐘輪一班，4點咁一班嘅話，一班咧差唔多人有多呀？一般咧差不多都7個到8個左右，因為狹小空間嘛，沒可能講8點你全部都底部咧作業，所以8點你去可能狹小空間底部可能就1-2個只能在裡面做打牆，然後做破壞呢，然後就慢慢輪。兇海搜救嗰啲區域啊，本來有當地土耳其阿庫的他們的搜救團隊，其實這次蠻特別的是，一年算還蠻信任我們的，像我們到達他們一開始搜救的那個區域的時間。他們就會把那個區域直接讓給我們，然後也能就旁邊就做一些語言的協助啊，或者是一些裝備的協助這樣子，所以這次算是有獲得他們的認同這樣子。因為安尼是係一個最好的情形啦，唔好講他跟你去看去漲一個地方去救，因為其實救那一件事情冇一份前後嘛，冇一份功勞啦嚇，真係如果可以乜嘢有能力把佢救出來。其實係最重要嘅，因為入邊一班我哋講我哋一班有救出的有救生還者嘛。好，你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一下講當初係樣嘅情形？一班救出的一些生還者，以及咧35歲的一個女性啊。那經過我們台灣隊跟當地的阿庫特這個搜救隊19個小時的搶救，最後有把她順利的救出來。那一開始發現她的時候，也是因為她的爸爸先逃出來。那他有跟我們反映說，他的女兒還有其他家人在裡面。那這時候我們就是用我們的精密儀器去探測，然後透過跟裡面的一些對打、一些訊號的傳遞，來講訊號提供，比如說請當地的人在那邊呼救，直接叫他的名字。那比較讓我們覺得很感動的地方是，一開始他體力還有的時候，他可以大聲的喊出他跟我們回應。
那随着那个时间慢慢拉长之后，他可能在里面体力也耗尽了，所以他后来就这种声音的传递，就是我们会请他，如果他还有意识的话，请他敲3声。那这时候我们就是会跟现场甚至马路都有人交管，那一个区域就是完全发电机什么都要关掉，然后来听看这个人到底是不是还活着这样。可是你讲差不多9个多点钟啊19。观众朋友，19点钟係講人9個時間，但是你想講可能睇嘅時間，差唔多當天嘅溫度哦，差唔多2度到6度，因為佢當然19點鐘也可能都失溫了，係可能嘅東西。佢真濃濃，你嘅時間發現講，我哋台灣隊救出嚟嘅當然嘅時間，你這個嘅時間感覺點樣？尷尬哦，因為來生第一梯次就都給救在那個地方的，所以從最一開始接觸的時間。很明確聽到有人的時候，其實心情會激動，好像真的有機會在國外，真的有機會救到你啊！然後到後面真的花了很長的時間，包含等於我們從中午12點到隔天的早上，經過了晚上很冷的那個天氣的一些折磨，然後到真的大家同心協力把這個人拉出來的時候，然後搬上救護車過程，現場民眾鼓掌啊、歡呼，然後喊一些他們宗教的一些那個祈禱語，其實內心真的是蠻激動的。伊其實救出來是情形樣的。伊出來時節人意識歸清楚，他只有一些皮肉傷而已，一種皮肉傷而已，然後整個人意識狀況還歸好的，都還很正常。而其實醫生過濾後呢，可能人都給騙，到接觸他其實已經過了5天了，從地震發生到後續拉出來，前後已經過了黃金72小時的5天了。所以生命力歸盛，歸旺盛的。其實運氣嘛歸好，好，伊真的是唔單止講睇下你天時下大下天5夜嘛可以獲救，哈，同時伊這個嘛提供用的去幫這個可能去保存這個體力，等到唔能一般救出來。佢將等下把佢救在高長地方，因為頭都有講到講，當天其實嘛有一個採體的一個救難團隊嘛過去嘅，咁等下把去嘅時間，同樣的救難團隊係透過翻譯去做溝通嘅。對，溝一時間，因為第一個就是語言呢不一樣嘛，所以在溝通上真的是有一些差異，所以都透過當地的一些熱心的民眾。剛好我們有遇到一個教授，他是在台中東海大學的一個教授，然後他就很擔任這個翻譯的工作來替我們做翻譯。那比較有趣的是，我們在救這個女生的時候，剛好在當地的一個阿庫特一個搜救隊裡面，他剛好有一位比較資深的搜救隊員，他是在20幾年前921大地震那期間，有來推班幫助我們支援我們。那現在過事隔23年之後，換我們過去，然後剛好又有相認這樣子，就蠻有趣的。當然不是當事人這樣認識啊，只是說他知道那時候就有對談到說，他23年前有來台灣，那現在換台灣先來協助他們，所以就感覺。救災其實是沒有過度的啊，冇錯係，因為有啲新聞都講，其實差唔多22年前啊，你救你太體痛嘅時間，其實土耳其路派嘅第時間都派嘅搜救隊來到我哋台灣，但是觀眾朋友可能嘛有想到講，其實救你太體痛嘅時間，其實我哋呢對岸嘅國家其實用意嚟講，台灣係有一部分嘅理由，其實當嘅軌道嘅搜救隊第時間到我哋台灣，但是其實土耳其都講我冇講，但是我如果去嘅時間如果趕到台灣。可是通常我哋呢，玉邊講一段故事，其實如果記錄到講，我哋講嗰時間我哋有一啲，其實土耳其有啲什麼嘅，其實都停頓來到我哋台灣。冇想到23年後，我哋有啲機會睇個國家去做一啲天數啦。咁像真龍這個當初看到一道我算是災民嘅時間啦，冇得講我哋去比搜救嗰種嘅時間。你這個對比講我哋台灣嘅啲救難嘅情形，即係因為講當嗰時間嘅地方。一般來講，我發覺到發展按太體痛嘅話，其實我哋安樣話係算是保留，冇得講即個係自救咯。自救哦，其實多給別的時間，看到安度災民的時間，沒想安度啦，就只是想要趕快想辦法把人家救出來。如果真的有機會的話，想要把他們幫忙他們，因為看到以前的災民哦，全部都提給分隔島上面。就面對他們自己倒塌的建築物，就是在等怪手挖，挖到高雄有領，他們就會停止，然後就會請我們或者請當地的救難人員送去確認過，是不是今天有領貼底部，拉出來的時候，大家就一窩蜂上去，因
为他们其实你没底工，可能生还的机会不大啊，所以就一群人上去，可能就发泄一下情绪啊，黑嘞，他们就做他们的宗教仪式完，救护车就在这完嘞。所以自救的部分，我觉得因为那里有受过一些比较算一些建筑物的一些评估，所以进去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注意一下自身的安全。兄弟，一杯时间都不会一定会有你们都不会啊。如果只要有任何有余震或有状况发生，我们就会赶快全部撤出来。因为头东的有饼头都有光，因为的那一种建筑的方式，空心砖、模的光面，各种钢筋，其实同来的那。房子都冇更好，可是等于如果你根本你让人一批时间，你要余震，说不定那个房子是会垮的，对不对？好，可是那个时间一批时间有特别同人讲，其实真的感觉有余震冇嘛，这我比台湾国讲。对啊，但其实路尾拢有做一些支撑的东西在路尾啦，就是逃生出口呢都有做出来。那第一把你打那墙的时间，那墙真的是比较脆弱一点啊。只简单打一打就掉下来，所以你就知道那个结构真是有够脆弱些的。跟像大家把伊今日讲啊，同意去睇啲同啊，伊嘅救灾以后，那古来以后呢，对你这个伊的救灾技能啊，无论讲伊的准备上面有乜嘅轨迹嘅地方。每一摆救灾对人来讲，拢喺伊咧学习啊。那要摆去土耳其救灾过来之后呢，刚刚说对自身的装备器材。一些不足的部分，我们会帮他补足。那再来就是俺的这个人的心理建设，都要去做提升。再来就是对搜救技术，因为看了各个国家的搜救队伍，大家去做交流之后回来，也是会有一些心得。然后针对这3个东西，我们队上其实都有慢慢的在提升上。那真龙啊，要部分你这个有没有想法？要拜啊，刚刚对我们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真的可以出国救灾，那种讲，因为历年来各社会那种可以出国救灾的先例啦，包含包机可以这么多人出去的模式，相信在出国前，应该我们有8、9成的人都认为我们不太可能会出国救灾，所以如果真的有办法出国救灾的时间，我们就像阿斌讲，我们会有一些装备重新的整理，包含这次我们有没有办法用更快的速度，然后就把所有装备都送查，然后到达机场，然后就赶快到现场去做救援。要不然还有一个小故事分享，就是在现场会送天手的时间，就有当地的居民来问奶奶讲，你们知道那个日本的搜救队在哪里吗？然后刚刚体官就会问奶奶，日本的搜救队在哪里？因为可能日本在国际上的救灾算是比较有知名度的。经过这次的时候到回来，其实他们当地人对我们台湾的搜救技术甚不认同，所以这个心路历程会觉得，其实我们台湾被周围都完。那人讲天体是无情的，但是人性是有情的。虽然讲体同一件事情，都冇办法去掌握，但是那种人平常如有训练好，同时嘛有一啲我哋呢贴配的数据太对睇隔壁嘅话，我相信几多嘅体同冇得天灾的事情，就可以帮佢当然个减少个社会嘅啲伤害。今日佢感谢两位来到现场，分享很多爱精彩故事。感谢主持人，感谢观众朋友。休息一下哦，等停下嚟先来看下运动哦。我跟福起来的观众朋友，记得去我的面书网站，还有到我的客家电视台 YouTube，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哦。